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Sam 哥哥 Edmonton 房地產經紀。話咁快咧，2025年咧已經過第一季咯，係時候同大家講一講 Edmonton 房地產市場2025年第一季嘅數據咯。今年咧，我留意到咧，比起往年有個唔同嘅現象喎。往年咧入冬之後咧，聖誕節啊，甚至乎過咗 New Year's Eve 1月份嘅時候咧，個房地產市場咧都係冇咁活躍嘅。但係今年咧，唔知點解咧 ，Christmas 之後咧就已經出現咗搶 offer 嘅現象。OK， 我同大家分享下究竟個數據係反映啲乜嘢啊？咁實質數據係點樣呢？2025年1月份嘅數據咧，成交咗1600宗；2月份嘅時候咧就成交咗1800宗，去到3月份咧已經上升到接近2500宗啦。比起去年嘅同期咧係上升咗1.3%。咁去到今年3月份嘅時候咧，個住宅放盤量咧已經上升到3780個咁多。其實比起去年同期咧係上升咗7.5%嘅喎。咁呢個數據反映就係啲咩咧？Edmonton 嘅業主咧其實對個市場咧係有信心嘅，所以係多咗人出嚟換樓，所以先至有呢一個數據嘅反應嘅啫。至於可能大家最關心嘅就係，喂，樓價上升咗定下降咗啊 Sam 哥哥？咁相比起咧，其實舊年12月份嘅成交價咧，平均成交價我講緊係435000蚊左右。其實如果去到3月份咧，平均成交價已經上升到46萬，言下之意咧，其實已經上升咗超過5%嘅咯。第一季已經上升咗5%啦喎。係時候我哋睇睇啲仔細嘅數據先。3月份嘅成交宗數咧去到接近2500宗，較去年同期咧上升咗1.3%。放盤量咧已經去到接近3800個咁多。至於12月份嘅成交價咧，平均都仲係講緊43萬6，去到3月份咧，其實已經上升咗超過5%，去到46萬噶啦。咁物業推出市場大概30日左右咧就賣得出噶啦，比舊年快咗好多噶。獨立屋咧平均成交價接近58萬啦，雙連屋就43萬左右，townhouse 咧大概31萬左右。都冇市場數據啦。一房單位咧平均租大概1300蚊左右，兩房咧平均租大概1600蚊左右。以上分享過所有嘅數據嘅來源咧，我會將個連結放喺置頂留言嗰度嘅，歡迎大家有咩問題隨時私信俾我，大家交流。大家睇晒所有數據啦。咁今個月咧4月28號咧就係我哋嘅總理大選喎。咁你話呢件事對 Edmonton 房地產市場有冇影響咧？咁 Sam 哥哥咧就有以下嘅睇法嘅。咁因為本身 Edmonton 咧其實有佢吸引地方嘅。如果作為 Alberta 省咧，基本上其他省份咧要俾嘅消費稅率比我哋高好多，我哋仍然只係講緊5% GST。咁我自己本身嘅客源啦，或者係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，仍然係講緊可能新移民，佢哋攞咗 PR 之後咧，都係陸陸續續咧選擇搬過嚟 Alberta 省嘅。咁你話 Alberta 省咁其實唔一定 Edmonton 啦，可能 Calgary 都有可能性，冇錯嘅。咁但係不如分享個數據俾大家知道啊。其實依家 Calgary 同 Edmonton 嘅住宅市場咧個平均售價咧，雖然個距離咧係收窄咗，但係 Calgary 嘅物業咧仍然係比我哋平均高29%嘅。咁所以我相信咧，總理大選咧其實係會有影響，但係可能咧就好似一般人想法就係話，可能我對呢個新聞消化咗之後咧，可能過零2個月之後咧，基本上要買嘢嘅人始終都要買嘢，要換樓要買屋嘅人始終都會繼續去換樓嘅。所以呢個就係我嘅睇法。舊年咧2024年咧平均嚟講咧，總共嘅樓市係上升咗12%。咁我相信咧，今年2025年全年嘅升幅咧，應該都唔止12%嘅。OK， 希望我嘅資訊可以幫到你啦。如果你中意睇我呢條片，記得 like，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同埋 share 俾呢個朋友睇。拜拜。